兄姐妹一起站立哦，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主。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彼此来祝说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跟你旁边祝来一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一被赎回，来手借给我来。我已被赎回，我已被赎回，这就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愆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愆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愆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认耶稣为主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弟兄姐妹，我们已被赎回，你知道吗？我们借着被赎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什么？得着他的连续得到他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要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怎样？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赞美？因为赞美可以带我们进入到他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得胜的同在。所以赞美就是他宝座设立了嘛，表示他的同在。赞美表示我们尊他为王。所以赞美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是很深的哦。所以当你赞美，即使是在困难苦境的当中神就同在了上帝就怎么帮助你，带你进入到他为你来抵挡仇敌，征战得胜。所以呢，我们要怎样把这个障碍除去？我们一起来。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陈明，然后他要赦免我们承认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要来赞美这位上主是什么？万主之主，掌管万有，他是全能的，他是信实直到永远，他有怜悯连续，他有赦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承认我们的软弱亏欠。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邀请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当中来掌权，让他来赦免。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赞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开你的口，我们一起来赞美，让神的全能就充满在你的身上。来，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每一天每一刻，赐给我们有气息，
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进入到你的得胜，进入到你的安慰，进入到你的医治，进入到你的供应，进入到你的引导。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自己经历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为我们这样，你成为我们随时的避难所。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敬拜你。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你的连续就降下来，你的宝座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要得着你的连续，得着你的赦免，得着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即使是在患难当中，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有你的同在。谢谢主，我们也承认我们有时会软弱亏欠，或者是得罪神。愿你来赦免，因为你说我们若认我们自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这是你的慈爱，是你的信实。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机会来赞美，给我们有机会来清除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障碍，好叫我们领受赐福的管道能够随时畅通。感谢主，赞美归给你，平安赐福归给敬畏你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哦。我们用主的话在提醒我们，一起来。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弟兄姐妹，医全体的良药是什么？是吗？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里面带有什么？医治你全体的良药，对不对？告诉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告诉我们远离罪恶，因为我们才能够成为蒙福的人。得了神的话，就得了全部的好的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全体就是包括我们的身心灵，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心灵有哀伤的最近有姐妹的先生过世，所以在帮助他们处理他们所要面对的可能结离50-60年那种离去的哀伤需要神来安慰、来医治哦。有身体病痛的，在开刀完之后经历了神的同在；有看到报告的，心里面哀伤，好像以斯帖记所发出的死亡通告一样那种冲击。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哦，可以交托，可以祷告，可以祈求。所以上帝的话里面给我们良药，说什么？他会赏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迦南之声，每一天灵修，上帝的话语就会帮助我们在灵得到舒畅，在我们思想有正面的，在我们的情感不致过度忧伤或者是惶恐哦，在我们的意志做正确的决定，好来跟随主赞美主，在我们身体神来掌权。所以我们将这全人灵魂体交在神的手中，你哪一部分出了问题，你就说主啊，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心里面出了问题，或者思想出了问题，主，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将一切交在他的手中，超过你的能力了，就交给他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如果你需要祷告，需要被祝福的请长老来为你祷告牧师的职分就是长老那为你们来祷告我们当中有长老为你们来祝福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就伸出你的手
放在你的不舒服的部位，我们奉主一起来祈求，让神的医治降临在你的当中。如果当中有需要被祝福的，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我们用我们全心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祈求。主啊，奉你名，你医治的大能，不管是线上的或者是在场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心灵忧伤的，主你的喜乐就成为他们的喜乐，除去他们的忧伤。主你全能就充满在他们身上，奉主的名捆锁一切不属神的这些不好的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让这些后疫情时代所带来的这些的病毒，奉耶稣名除去。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体有这些不好的，求主自己来挪去，自己来医治，医治我们的呼吸系统，医治我们的消化系统。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赐给我们全体身体的良药。主啊，让我们细细来细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当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的时候，你的全能、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带领、你的安慰、你的扶持，你给我们的盼望就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同心合的祷告是多么美好，因为你的应许说，2、3人奉主的名同心祷告，神你就必应许。这是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有盼望的，而不是可能，而是必应许在我们当中。神，我们透过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所要给我们一切在基督里面属灵的福分。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给我们有盼望，不至于放弃。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忍耐到底，终必被神来医治，被神来供应。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最后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祈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对教会的人说什么？为我祈求，为牧师祈求，为你的组长祈求，为长老执事祈求，为弟兄姐妹祈求，我们就能够怎样放胆？不是只有牧师传福音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福音的好处哦，与人分享福音。所以当彼此代求的时候，你讲的有时候会比牧师更棒哦，因为从你的见证可以影响人哦。所以当我们开口祈求祷告，不要忘了为牧师来祝福哦，让牧师在传讲神奥秘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圣灵的感动，让他明白哦。昨天跟一些年长者的这个组员吃完聚餐他们说牧师，你们讲的我们听得明白，感谢主听得明白就很重要那明白神的话语就好像圣灵来感动我们他们就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一起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周所要做的来祷告，为牧师来祝福，让牧师在传讲，透过线上，透过实体，我们能够影响更多人。透过每一天的迦南之声，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有不断从圣灵来的感动，又回到以斯帖1章2章，当我们细细的来读完之后，我们很难忘记的所以感谢主有时候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你之前还记得吗？如果忘记了，回来就是在 review， 再重新让你整理。当牧师回到第1章、第2章在预备的时候，有不同的看见，所以你们听了就知道，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思想。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哪一个环节有问题，我们就奉主名把捆绑除去那不好的。今天我们在第2场有2位信仰告白要委身在这里，有一位小儿要洗礼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
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今天有宣教基金，还有中大我们有这周的开学周六的圣礼典各项的会议为的就是要什么？传福音，为的就是要使人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这个恩典我们这为着乐龄的我们过去6年，我们的年长者能够得救不容易，但是超过40几位。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奉主名来祝福让我们的区长、美务长老、还有副区长、文成长，还有所有的这些80几岁的都愿意在服侍嘞，愿意在周五下午中午吃完饭，然后带这些社区的朋友小组。我们1到5是德福关怀据点那周五我们早上牧师会带这些小组长，然后中午12点40吃完饭马上就小组大概不到1个小时完之后他们就很喜欢玩拉密所以感谢主他们很喜欢的那透过这样有一些年长者他们心很柔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为他们身心灵来做，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预备进入到我们的敬拜所以把这样的管道打开了，我们心灵打开了，神的话语、神的喜乐、恩典就充满进入到我们当中。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要降下，主你的平安赐予，主你的同在就带来连续，带来帮助，带来我们可以躲在那边避难，带来我们可以独处，带来神你一切的美好要充满在你的子民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赞美主，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主，谢谢你，我们要为着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的话语，自己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全能，彰显你的救恩，彰显你的恩典。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你，我们力量在你，我们的盼望在你。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除去生命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一切丰富，得着一切恩典。谢谢主，你已经为我们打开这个属天赐福的管道，所以我们按着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来寻求，寻找的必寻见，向你开口的你必大大充满。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进入到敬拜的时候是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好好的敬拜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也要用你这使徒信经，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因为他赐给我们不动的信心，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还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
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没；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艾瑞亚，神赐给你刚强壮胆的信心了吗？ Amen。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知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要祷告；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不论我求什么，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知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中，我们仍然要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心在水面的星星，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感谢人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信心，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他。哈利路亚！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哈利路亚！主恩典何等的美好，我们要一起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再一次，主恩典何等的美好，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还要主恩典何等美好，主恩典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奇妙。阿们吗？阿们。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恩典何等的美好。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你有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慈爱。主耶稣，因为你有丰富的恩典，你要将我们的忧愁化为喜乐，你要将我们的哀哭也变为欢乐。谢谢主，感谢你，因为你有深不见底的爱，你是满有恩典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阿们。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主耶稣，我们每一根头发你都细数过，你的恩典是何其的深，你的爱是何其的深。我们要再次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他。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主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我们一起来赞美那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
用你形象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来赞美他。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形象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形象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形象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主，你认识我们，按着你们的形象来造我们，按着父子圣灵的心意来造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带有从你来的血统、尊贵、全能。但是我们忘记了，因为罪遮盖了、阻挡了，所以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今天，主耶稣，你来恢复我们的身份。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认同我们的身份，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活出神你的样式，活出该有的身份。愿你来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好好的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好好用我们的诚实，用真理来敬拜。愿你的话彰显我们，让我们知道带有应许的，带有医治的，带有盼望的。即使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在困境当中，正在死亡的攻击当中，正在软弱的时候，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永不放弃我们的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定义要救赎我们，因为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谢谢主，这是你的心意。主，你也将这样的一个使命交托给教会，就是你所拣选的百姓，好叫我们成为你蒙福的管道。愿你赐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你喜欢来到这里与我们同在。愿你降下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看见你律法中的应许跟奇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朱婉清姐妹在我们当中欢迎愿上帝来赐福。感谢主愿主来纪念能够继续来敬拜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
我们在第2场礼拜当中会举行执事的设立魏伟峰弟兄。我们在第2场也有圣礼这个洗礼就信仰告白，还有小额的洗礼恭喜他们委身在迦南教会这个大家庭。对桌球有兴趣吗？你多久没有运动了如果你是这个桌球高手不要把你的恩赐隐藏，好不好？我们在4月14号开始会有这个桌球班，所以我们需要预备一些的同工那一起来陪伴这一些的社区的朋友。我们透过这一些的管道我们带领这些弟兄姐妹决志让他们有继续能够来寻求真理、认识救恩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名额有限我们有区域的教练来帮助我们，然后来练习，来陪伴，让你快忘记的这一些的恩赐再次发挥所以赶快我们有这样的在1楼嘛你可以看那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那按照这些报名的方式来参与我们松大也是从礼拜1开课礼拜1开课，那有新的课程如果你喜欢手语讲不出来你就用笔的那我们在周1的下午1点到2点有新增这样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如果你会手语的你平常都没有显露出你的恩赐你也可如果愿意来参与的也可以找刘牧师好我们中会也有这个松联事工部来举办的日本国外灵修旅游有灵修啦，也有旅游那费用是44300可以报名到3月15号如果要报名像我们教会对中会的窗口邱丽华姐妹来报名。我们第3组的潘美丽姐妹的先生刘宗昌弟兄于3月1号来蒙主恩召享受93岁，定于3月17号8点上午8点在市立殡仪馆天德厅举行入殓9点火化，12点半会回到教会2楼举行告别礼拜。那下午4点会在这个五指山的军人公墓来举行安放礼拜。我们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守望求主来安慰他们失去亲人的这一些的哀伤那在礼拜4就3月16号礼拜4晚上8点在潘美丽姐妹家举行家庭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遗族与他们同在。好，那其他自己来看，3月有没有3月受薪的我们站立起来我们黄牧啦，还有其他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们拍手来祝，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祝福他们。主啊，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赏赐，从出生到我们年长到此刻，我们细数神你的恩典，因着有你的同在，你的陪伴，度过喜怒哀乐，度过高兴跟哀伤，都有神你的保守，我们多么幸福！因为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幸福的源头。感谢主赐给这一些弟兄姐妹3月来纪念他们的母亲如何透过你的恩典生下他们，也培育带领扶持他们走过人生的岁月。我们恳求主赐福他们往后的岁月是充满神的恩典，是充满神的同在，
到老都不偏离你的恩典道路。谢谢主，也让他们成为你祝福世人蒙恩的管道，使用他们在这世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请坐。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2日，是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以斯帖记9章28节，再一次来。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2日，是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以斯帖记9章28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进入到神的赐福的同在。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这一生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生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赏赐里，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回想以往的年日，数算你给的恩典，主啊，我的心何等感恩，何等快乐！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护，我们哪有现在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主，这时我们愿意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来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赐福我们，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主的恩典够你用吗？不然有人都一直在每一天都喊哦不够用，不够用哦，钱不够用等等哦，因为你只是看现在，看你自己的能力，看你的薪水袋或者是薪资的数目哦，但是你有没有看神缺乏供应，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怎么样给这些原本必死的人
完全没有盼望的人能够翻转哦。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快要完结篇了哈，我们耐心哦。来，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看以斯帖记9章20到32节。预备好了，牧师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哈。好。末底改把这些事都记录下来，发送信件给全亚哈水乳王国远近各省的犹太人，请告诉他们，每年都要遵守亚达月14日和15日为节日，因为这2天是犹太人除灭仇敌的日子。这个月是犹太人转悲痛绝望为欢喜快乐的月份，他们要守这节日，欢宴庆祝，互赠礼物，并且救济穷人。犹太人都遵从末底改的指示，因此庆祝这节日就成了每年的惯例。犹太人的仇敌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曾阴谋铲除犹太人。他用抽签又叫抽普尔来决定一个日子要消灭犹太人，但因以斯帖到王那里恳求，王就颁布命令，使哈曼自招要加害犹太人的命运。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挂在绞刑架上。这就是这节期叫做普尔的由来。犹太人因为末底改所写的信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为自己、他们的后代和那些可能规划他们的人定了一个规矩，要遵照末底改的指示，每年纪念这2日。无论在哪一层，每一个犹太家庭要世世代代永远纪念遵守这普尔节。亚比该的女儿王后以斯帖也写了一封信，以王后的权威支持末底改所写那封有关普尔节的信。这信是写给亚哈水乳王治下的127省所有的犹太人，信中祝犹太人和平安全，并且指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要照规定照时遵守普尔节，像他们遵守禁食和哀哭的规定一样。这是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共同发出的命令。以斯帖的命令确立了普尔节的规律，这命令记录在书卷上。愿主的话也来帮助我们，透过王后以斯帖一介女流之辈，在当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当时候女人不算人，只算一半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神既然是使用这个可能孤女后来被他的堂哥来收养成为义女，这样养女那从一介的孤女到神提升她成为一国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虽然有时候她必陷入到与同族命运悲惨命运的这样的一个绝境，但是因着我们在过去现在又回到这个1章2章这样细数，如果我们今天然后下个礼拜这样的一个谈完之后，下礼拜谈完之后，我们在大概在3月10号，我们就会重新把它就是复习完之后，我们要进入到哪一卷书，你们知道吗？约伯记。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虽有苦难，有艰难，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神的名字没有出现，但是神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人问我，牧师，那你做牧师，我明年就30年了退休年资就有了年资了，年岁还没有到有人就问我说你的儿子你要不要让他们当牧师
我说牧师不是普通人干的哦，所以如果没有自己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不会去说啊，你们一定要怎样。我知道有一些家长，他们很期待，就是啊，我以后我的儿女能够按照我的心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宣教师等等哦。这位弟兄也后来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人。那他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所以他的妈妈很严来管教，希望在历世当中，他们的2个孩子都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衣钵，就是成为一个宣教士，到非洲来去传福音。那这样一个誓言，就好像要命定他们的未来。后来他的哥哥说：“我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你要年轻人做什么事哦，他们都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你怎么不结婚？他有他的想法。你怎么不怎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哦。他的哥哥就不从，你知道吗？哇，这个妈妈就怎样，在他的祷告当中哦，他就说我在余生当中哦，要为他祷告他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听从哦，让他终身看是遇到困境啊，或者是发疯啊，或者是瘫痪就是好像中风这样瘫痪这样。我说哪有这样？妈妈是咒诅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我就要咒诅你。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样的话，他们心里面很难过自己的妈妈怎么能成为这样的人呢？没有照他的心愿，所以就说出这样的话。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的孩子没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情绪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然后就脱口而出这些不理性、不属神的话语？有没有？有时候你们听细细的喝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就会愤怒当中就会脱口而出了哦。那这样的人他们在成长背景，可能有时候我们受到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些伤害，来影响到他们的一生。但是这位杨腓力这位弟兄这位宣教福音的这个作者也好或者是他成为做记者，他在他无数的作品当中，我们看过他的书吗？很棒的他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他生命的成长背景然后他深深体会到没有恩典的时代是多么绝望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是很黑暗的。所以我们看到杨腓力他用尽一生去寻索那个是恩典的神，然后让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充满在他的身上。你有机会去看他所写的一些的著作，你就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神如何从无恩到充满恩典的过程那这个回忆录也帮助我们透过一场追寻你生命的旅程，所以我刚才在生日祝福的祷告当中，我们来思想，从你出生一直到现在，弟兄姐妹，快转一下，你从小到大有一些的画面可能会出现好的、不好的，充满神的恩典赐福，有没有？快转一下。那你觉得这个过程神在哪里？即使是在困境的时候，神在哪里？有在与你同在吗？或者那时候你还不认识上帝，你还不认识他？我们从这个杨腓力，他经历过他严苛的母亲，透过当时保守的教会，我们活到现在，我们经过多少的变化，国家情势的变化，有人从戒严时代，有人从像我们学生时代，野百合，到阳明山争取，就是我们总统可以直选，不要还记得那年代吗？
就一群老国代来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元首，还记得那个时代吗？年轻的可能比较不记得。小周，你现在可以选总统吗？你现在可以选总统，投票了，不是叫你选总统，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了嘛，哈。所以过去不行呢，过去是一群国代、国民大会的代表替我们选，所以弟兄姐妹还记得吗？经过那个时代，整个时代变迁，从过去的教会现况到后疫情时代，你有没有细数说整个时代在变动？以前有手机吗？没有，但现在啊，有一个可能每一个人有2只、3只手机啊。我们看到整个时代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来思想，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什么？当你在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神依然与你同在？我们最近在看这段的经文，这个故事，犹太人他们成为一个被掳的，可能他们在过程当中，有人比较富有，可以当官，但是因为一个我不向你跪拜，所以不是一个人遭殃，而是全族要遭殃。我们细数在整个，我们从第1章看到现在，我们听了讲道，我们听了迦南之声，我们感受到在那种必死的没有盼望的过程当中，神竟然因为一个王睡不着。但是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因为这些全书珊城的犹太人在禁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所以后续的影响让王在睡不着当中去查看，原来末底改曾经救我，然后我没有赏识他。在第6章的关键里面，因为一个睡不着失眠，结果能够翻转一个必死的人，然后成为一个高位的人。一个原本在睡不着，但是期待隔天要把末底改赶快灭掉的这个哈曼，没想到他一讲出这些赏识的内容，不是落在自己的身上。王说好，就坐在末底改的身上。我很想他知道他当时候他的面容，他的表情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最后，王后以斯帖在王的面前说，就是这个恶人要灭我们的民族。我不知道那时候哈曼的表情是怎样。但是我们要透过整个过程当中，看到犹太人经历了什么？从困境能够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出了困境。我们看到本来是要死的，结果让他们经历出死入生。我们回顾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从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从逾越节过红海，过约旦河，是由约书亚带领，在整个过程当中，要他们世世代代纪念，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他们被掳的这群，一位女流之辈，竟然能够让上帝来使用，当时有这样的权利，还不是末底改说他写信说了算，而是有王后以斯帖按照他的权柄，这是很重要的，来宣告他们要纪念这一天。曾经记得你得救、你得着恩典的那一刻吗？受洗的那一刻吗？可能是你第一个人信主的那一刻吗？你将你的恩典传承到你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思想，有没有像这样说，世世代代，或者是到了你这一代，没啊，断绝了。你的孩子在哪里？这个都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的孩子能够继续能够拥有这样的祝福？所以透过王后以斯帖，她下诏就是有颁布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信代表有一个权柄，叫他们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普尔日，这样的纪念。
然后在整个纪念过程当中，他们要怎么办？他们要怎么样遵守？其中不是只有欢喜的恶哦，自己欢喜，还要怎样与人分享？有没有看到最后那一段？就是救济这些的穷人。好，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与主同舟来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有没有纪念到当初你是怎么信主？还是你很幸运，就是说我父亲、我祖父是信主的时候，我很顺利的就这样。你知道有一些人是很千辛万苦的，为了要信主，要被家人唾弃，要被拒绝，要被辱骂。我们今天可以很荣幸的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不管你的拯救得救的过程当中是顺不顺利哦，都有神的同在。那我们来回忆，就是说你信主多久了？我们从小从一个拜拜的家庭到现在，我可以成为一个牧者，思想这个过程都充满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来回忆一下，你领受这样的恩典的过程是怎样？你还记得吗？或者是你现在刚开始在寻求？所以我们要今天从过去那种就好像犹太人，他们面对，你知道末底改他做了高官之后，他们面对的那个威胁还是存在的，对不对？王的命令可不可以更改？还记得吗？不可以。所以12月13号那一天，他们也是要面临什么？面对可能这些哈曼的余党，那一些想要抢夺他们财产的这一些人，会伺机而动，在这一天能够来杀害他们、抢夺他们，因为王的命令还在哦。虽然有另外一道命令，第二道命令我们上次讲了，对不对？透过末底改，然后快马加鞭把这个通告传送到波斯王国的各省。刚才说几省？127省哦。上次第一道命令还没有说快马加鞭，这一次说快马就是赶快把这样的一个命令传送到全国。如果用现在就很快了，就赖一通就好了，对不对？当时候没有啊。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迫近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当你一个通告给你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的同工说牧师要为我们祷告，我要做疗程，但是发烧，赶快为我们祷告，为我祷告。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往往是无助的，你知道吗？往往是无助，然后恐惧。但是这个时候，祷告是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力量，可以让我们心里很多的平静。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耶稣在那边怎样迫切祷告？如果你有去这个耶稣祷告的地方，客西马尼园，他在那边迫切祷告，大粒汗、细粒汗，然后竟然回头一看，他的学生做什么？睡觉。如果你是在危急、你在很难过的时候，然后看到你旁边人没要没紧，然后睡他的大头觉，你会怎样？气死了，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属灵团体小组的当中，就好像好像一个小组里面只有一个人警醒，其他人就在那边睡觉。如果我们在遇到困难，等一下就有人要来抓耶稣了，他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如果有同心合意的人在祷告，就是当你面对这样危机的时候，有人在替你警醒祷告，你知道那力量是很棒的、很大的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危机迫近的时候，危险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办？第一个，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以斯帖就说，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3天3夜不吃不喝，为我禁食祷告。就在那个危险迫近，去可能会死，不是会死，是必定死，但是为我祷告。祷告什么？我们可能这时候用我们的言语说主啊，让以斯帖去的时候，王会向他伸出什么金杖，就免死了就好像你赐给你一个免死金牌一样。
今天我们必死的人，因为耶稣给我们一个免死金牌，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就好像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一样。所以在危险困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提醒我们就警醒祷告，就好像耶稣在提醒不要落入这些的诱惑。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软弱。所以他要召集这苏珊城所有的人为他来祷告，警醒祷告。第二个，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的经我们来看，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我跟王的关系这个月不好了，去可怜温习，因为已经那么久没有召见我了哦。有时候我们会信心软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请你的小组员或者牧者，或者是我们的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家庭的人为你来 RPG 守望祷告，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当面对我们软弱的时候，面对可能那个困境，面对那个不好的通告、报告的时候，你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信心是支取我们继续前进，不放弃。信心是让我们透过上帝的话，相信他的话，就好像刚才说，上帝的话里面带有什么医治的良药一样。上帝的话带有盼望，带有权柄，带有出路。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继续走你未来的路、永生的道路的时候，耶稣说：“信我的可以得着永生哦。”他为我们预备出路。希伯来书也说，借着他的一次的献祭，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天的道路，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所以我们不用再烦恼说，我们100年之后谁祭祀我，有没有未来可言。第三个，我们看到在提醒我们欢庆的时候不忘祷告。以斯帖告诉这末底改说，你们要纪念这一日，然后欢庆，然后彼此馈赠礼物，然后救济穷人。但是以斯帖进一步告诉他们，你们想看看当时候我们是怎么在愁云惨雾，怎么在困境当中，我们怎样经历祷告，上帝翻转整个生命，对不对？所以不要忘了欢庆的时候也要怎样，叫他们禁食祷告。所以这是在提醒说，我们在欢乐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安逸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上帝过去如何使我们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境况。所以我们在很顺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祷告常常祷告，就是不要忘记禁食的祷告。这个会保守我们，让上帝的恩典能够继续持续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经历困境、信心软弱或是欢庆的时候，祷告是成就了我们在神当中所要领受的一些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历史，他们遵守摩西交代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逾越节，对不对？本来要死，投胎人要死，但是因为羔羊的血好像挂门帘，对不对？门楣、门框，然后天使越过去没事，埃及人有事。所以我们从他们每一次的经历当中，摩西就提醒说，我们要纪念今天你怎么得救，你怎么欢庆你的救赎。今天我们尾声，或者是小孩要洗礼，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得救要洗礼的时候，我们很欢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吗？但是有时候我又看到这一些的信主的人之后，碰到一些的困境的时候，就离开了，就软弱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欢庆的时候，我们依然好像
王后以斯帖说，我们要记得这个节日，然后不是只有还送安尼嗨的好啊，我们要怎样禁食、祷告、哀哭、哀求，让神的恩典不远离我们，继续护卫着我们。这是在我们遇到很多在困境纷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翻转王的心意，怎么样改变那个通告对抗的内容，能够让他们起来自卫。凡要攻击他们，他们本来是不可反抗的，本来是必死的，财产也会转移，但是竟然因为第二道命令，因为他们的祷告，因为王的心意一个翻转，对不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财富从哈曼的手中转移到以斯帖，然后交给末底改来管理。本来他们要被抢夺，结果呢，他们可以抢夺别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救赎日子，我们应该要记得。如今我们要透过我们所纪念的这些的感恩节也好，我们周年庆也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在这边嗨而已吗？我们透过周年庆，我们各牧区办了这些的活动，我们社区的活动，就是要彰显出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保护，还有上帝的救赎，不是只有我们在这边嗨而已。我们纪念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他定义要将他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个人嘛。今天我们从一个外邦人得救了，成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今天耶稣在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你们要去是你们吗？你们是指谁啊？游牧师、刘牧师、黄牧师这些长老吗？是每一个人，是 everyone， 是每一个人，对不对？是每一个人呢，叫我们要心存感恩，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的。所以叫他们纪念普珥节，12月13号本来要死的，但是因着第二道的命令，上帝翻转了他们的未来。所以在这个其他的时间然后以斯帖又说，多加一天，因为书珊城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危机，所以再让我们多一天能够抵挡自卫。所以后来将普珥节这个成为他们得救，从那个本来要死亡的结果，因为上帝的恩典保守。今天神有没有透过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在提醒你，过去你如何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一张报告说，你过关了。你有没有透过这样的纪念来感恩上帝的信实、慈爱、保护跟他的救赎，他的恩典够用吗？所以我们看到，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摩西一直在就是常常的在重申说，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记得，不要忘记。世世代代，如果你们可以持守神的恩典，就继续。就好像我们要敬畏上帝那个恩典是什么？施恩到什么？十诫说施恩到千代啊。如果你不纪念、不敬拜这位神那个咒诅可能到爸到囝到3、4代，是吗？所以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恩典停留，或者是断绝在我们这一代，或是下一代。犹太人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困境，从古时候一直到现代的社会希特勒那时代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历史有时候经历好多的悲惨，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继续在恩典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一段的经文说，各省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这些犹大人，他们都不可废掉这个他们曾经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日子。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传承下一代，能够在信仰上，能够让他们知道说，我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怎么样得着这个救恩？4月开始，我们会有亲子礼拜的设立，我们有小儿习，我们就是要让这些孩子从小，他们就能够认识到真理。所以你知道小儿习是谁在誓约呢？
消离世是什么人谁哦？知道吗？是父母啊，是已经要信主的。我昨天跟那个永介说哦，哎，抱歉哦，那个太太还没有洗礼哦。好，不能站在前面抱着孩子，牧师为他洗礼。为什么？因为父母要先做什么？誓约啊，除非就说要嘛，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培育他的孩子在信仰上的成长。照相 OK 没有问题，但是在当下要誓约的时候，牧师会问父母啊，受洗的，你有没有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所以提醒就是说，每一次如果要带小孩子来洗礼的父母，有没有受洗的？有受洗，你是站在上帝跟众人面前，牧师问带领来誓约哦。这个表示就是说，你领受的救恩，透过你从小教导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现在少子化，你知道吗？除了我们要催生，就是让这些不想生的多生几个哦，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环境的困境哦，所以少子化成为我们的国安问题。你知道少子化也成为教会未来的教会问题，对不对？如果没有孩子下一代能够成长，教会有未来可言吗？所以我们从4月开始设立这个亲子礼拜，我们也在思想如何让他们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这些小会员在集思广益，在动脑。我们希望如何让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很棒的环境信仰环境，不管是33号是这边怎么样去装修、改变安全性的等等。我们昨天小会就在讨论这一些啊。希望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传承，能够认识这个真理，好叫圣经所讲的说，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哦。第三个，我们看我们在纪念，比如说我们在欢庆57周年，我们在欢庆这些这个节庆的时候，圣诞节啊这些的节庆，只有这样嗨而已吗？还是这个节日在提醒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一些困苦人的需要？我们再来念一遍来，吩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2日为犹太人摆脱仇敌、得享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并在这2日设宴欢乐，以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哇，周济穷人，我们教会没有做到。有没有？有做，有没有到？觉得够不够？那我们跟他讲，我觉得不够，我们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不是只有教会做。谁是教会？跟你的旁边说，你是教会啊。所以表示不是只有这个团体做，对不对？你在生活当中看见那需要的，你分享，你祝福。我觉得我从这段经文体会就是说，教会不是只有在那边嗨，在那边敬拜而已。今天福利，我们透过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人得益处、得喜悦，最后说建立他的德性。就是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就是因为教会来关心他们，所以弟兄姐妹进入到教会受洗了。今天你我成为教会，神拣选你，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我们领受上帝的救恩啊，因神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慈爱。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来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爱。
我们要坐着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哦。深不见底的爱，你记得什么时候领受这个恩典吗？在唱的时候，请小慧也来预备这个圣餐哦。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流星像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着教规可以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请敬拜团回座。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有听到上帝话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提醒，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纪念的过程当中，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学像基督，成为一个分享我们生命的人？主耶稣基督所说恩典的话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上帝的应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等一下你暂时不接受，因为这个跟吃无关，是跟救恩有关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坚信你的，暂时不要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也端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
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那一晚，有拿起饼来祝谢，我们也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打破舍了你的身体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分享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这样来从必死的成为有福的，有永生可言的。感谢主，愿你赐福，透过饼跟杯再次激励我们，我们是不是做得足够？不够的提醒我们，透过你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祝福这个世代，祝福我们身旁还没有信主的人，使他们得益处、得喜悦，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愿你赐福，分别为圣。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请小会员来服侍。所以当你拿到饼跟杯，你就祷告：主啊，我哪里做的不够，求你帮助我；我赦免不够，帮助我；我分享不够，帮助我；我跟神之间，我圣经读的不够，帮助我；祷告不够，帮助我。所以当你拿起饼跟杯的时候，你就为自己祷告：主啊，不够的加添我力量，赐给我足够的力量，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可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一个救赎的约。”是一个让我们出死入生的约。因着耶稣他宝血流出，洗净我们的罪，代替了牲畜的血。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再用牲畜来敬拜、来祭祀，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祭祀。这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以他提醒我们要纪念我。在纪念这个特别的救恩的时候，主也提醒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也提醒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些未信的亲友付上代价。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的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愿意分享吗？愿主来赐福在我们当中所领受的，也愿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流入他恩典的管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我为你们所流的宝血。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成为我们服事、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能够领受上帝恩典的管道。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们已经成为陪餐会员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这个饼跟杯？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吃喝的时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见证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大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宣告说：主，你在我生命当中，靠着你给我的能力，我能够突破我生命的困境，因为你那深不见底的爱继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爱，能够继续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回应哦。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再来一遍，来。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如繁星一样多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即使是面对死亡，你也能够翻转，在困境，你为我们来改变。祷告，让我们信心得坚固；祷告，让我们翻转我们的命运；祷告，让我们支取你属天的能力跟应许；祷告，让我们同心面对我们的困境，能够得胜仇敌。谢谢主，
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是身体的、心灵的，我们的事业、工作、人际等等，你知道，你都细数，你明白。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犹太人的历史，神，你如何影响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动。你也要影响到我们所面对困境的那一位掌权的，或者是那个有权势的人。奉主的名，除去一些这些拦阻我们领受经历神这些丰盛的一个困境，一个障碍。愿你的赐福帮助我们。今天神也施恩给我们，也叫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恩赐、时间、才能、爱心、信心，让主来使用。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出死入生的能力充满我们，也叫我们因着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成为荣耀的见证，让世人看见你的爱的彰显。主圣灵帮助我们存记你的话语，也能够世世代代传承这样信仰，让我们不偏离你的道，不离开你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那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主路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主路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愿主的恩典、慈爱与你们同在。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请坐，我们默祷。